大家好，我係 Kitty。今日做一個簡單版羅宋湯，2至4人份量。食材簡單，有番茄、洋蔥、紅蘿蔔、薯仔、椰菜、番茄醬。番茄用鹽洗乾淨個表皮，浸5分鐘，切粒。洋蔥、胡蘿蔔、薯仔去皮切粒。想減低澱粉質，薯仔切後可以用水沖一下。洗幾片椰菜，呢個係濃縮版番茄醬，30克。喜歡酸啲嘅、濃啲嘅可以落40克。乾淨嘅鍋落油，油熱之後加入洋蔥粒，煮至透明狀，大概2-3分鐘。加入紅蘿蔔、薯仔，兜勻佢。大概係翻炒2至3分鐘，加入番茄粒、番茄醬，兜勻佢，用個鑊鏟壓一壓啲番茄，等佢出一啲濃汁出嚟。翻炒一下，大概煮佢4分鐘，加入熱開水。呢個開水份量呢，其實蓋過食材少少就可以啦。如果唔想事後加水呢，可以一次過而家加。我覺得呢個份量用800克至1000克嘅水比較適合。煮咗20分鐘，加入椰菜，再煮一下。可以選擇性加些少西芹粒。除咗增香，仲要增加一啲口感。出鍋之前可以選擇性加些少生粉水，加鹽同埋些少黃糖調味，拌勻一下就可以出鍋食啦。係咪好快好簡單呢？我加咗2克黃油。呢個份量加咗800克水，大概有2個麵碗嘅份量，再多少少，適合2至3人。如果係4人份量，建議喺加熱開水嘅時候，一次過加1000 cc， 即係1000毫升。但係而家咁傑呢，傑有傑好喎，一碗都飽嘅。食一片包或者加少少其他嘅飯啊、餸啊，咁已經好飽肚噶啦。呢個湯煮咗出嚟都幾好味，雖然係素湯，但係都幾簡單。食得啦，我呢個配麵包食。希望你都鍾意我今日呢個介紹。用少少時間重溫下呢個羅宋湯點做。下次再見。